係，我係堅叔，歡迎返到癌友茶記。近排成日有人問堅叔，易潔鑊會唔會致癌賣？個鑊花晒，仲用唔用得？甚至有人講到更加嚇人，易潔鑊一加熱就會釋放致癌物。咁到底係咪真？正式開始影片之前有個廣告時間，睇緊堅叔嘅你哋都係想了解癌症周邊資訊。正經歷緊治療中嘅你哋，有冇睇緊一啲方法係全天然又可以抑制到癌指數，同時仲可以減輕到治療中辛苦嘅副作用？堅叔有一款保健品推薦俾大家，已經有多個癌友試過，做完化療或者免疫治療之後，不斷肚瀉嘔，冇晒胃口，搞到冇精神。川渝醫學級褐藻靈，用上日本天然3重褐藻糖膠，加上高劑量桑黃，配合治療，服用3個月就可以見到效果。抑制異細胞達97%，仲可以改善唔舒服嘅副作用。去川渝官網 HKTV Mall 平台有售，認住褐藻靈呢個名，陪你走過抗癌路。今日堅叔就幫你拆清楚3件事。第一，易潔鑊點解會同致癌拉上關係？第二，究竟係咪用一次易潔鑊就等於食咗致癌物？第三，屋企嗰隻易潔鑊點用點洗先可以用得耐啲、安心啲？而最後呢3個保養方法，其實好多香港人日日都做錯。先講最核心一樣嘢，一般我哋講易潔鑊，好多時係只有 PTFE 不沾塗層嘅鑊。PTFE 即係 polyfluoroethylene， 你可能更加熟一個商標名 Teflon。呢種物料其中一個最大特色就係非常唔黐，所以你煎隻蛋落去，推兩推就可以成隻滑出嚟。問題係 PTFE 屬於 PFAS 呢一大類化學物質嘅其中一種，而 PFAS 近年點解咁多人關注？因為 PFAS 係一大類非常穩定嘅人工化學物質，有好多唔同種類。其中一種大家成日聽到嘅 PFOA 過去曾經用於製造某啲不沾塗層相關產品，而 PFOA 就真係要認真講。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IARC 喺2023年將 PFOA 列為 Group 1對人類致癌。美國癌症協會亦引用呢個分類，指出 PFOA 同人類某啲癌症風險有關，包括腎癌同睾丸癌方面嘅證據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即刻諗吓，咁我屋企支易潔鑊咪即刻要掉等等。呢度就係最多人搞錯嘅地方。PFOA 有致癌分類，唔等於今日用易潔鑊煎蛋，今日就會食到 PFOA， 更加唔代表所有易潔鑊都有 PFOA。美國 FDA 目前嘅資料顯示，現時用於不沾鍋具嘅 PFAS 類塗層，經過聚合處理後會緊密結合喺鍋面。研究顯示，呢類塗層可以遷移到食物嘅 PFAS 量係非常低，所以真正要留意嘅係你點用隻鑊，尤其係過熱。大家諗下，香港人煮嘢食有幾 common 一個動作，開火落鑊，然後走咗去睇電話，諗住等陣先落油，跟住隻鑊就自己喺爐頭度燒，呢個先係真正唔應該做。因為 PTFE 塗層喺正常烹調溫度下係相對穩定，但如果空鑊長時間用非常高溫加熱，就可能令塗層開始分解，產生有害煙霧。所以唔好將易潔鑊當鐵鑊咁樣猛火燒，尤其係空鑊猛火預熱，呢個真係要戒。而且有一個好多人忽略嘅問題，你未必知道隻鑊幾多度，個爐開到最大唔代表鑊只係熱啲，隻鑊溫度係可以一路升。所以如果你煮嘢用易潔鑊，最簡單方法係落少少油或者食材，再開火，用中火開始，唔好空鑊猛火，燒到冒煙先開始煮。咁第二個問題嚟啦，照鑊刮花晒，仲用唔用得？呢個真係成日見喎，鑊底有條花痕，覺得冇問題啦，再花多幾條都係煎蛋啫。去到最後，成隻鑊個底好似香港地圖咁。堅叔就會問：你都已經覺得佢唔靚，點解仲要逼佢 OT？ 易潔鑊嘅塗層本身就係消耗品，正常使用會慢慢磨損。如果你用刀、鐵、鏟、叉，甚至用鋼絲刷、狂刷，塗層就更加容易受損。Tefal 官方保養資料亦建議避免尖鋭金屬工具，避免直接喺鑊入面切食物，同時避免過熱及磨砂式清潔。所以第一個保養方法，唔好刮。木鏟、硅膠鏟、耐熱塑膠工具都會比刀叉鐵鏟更加適合，尤其唔好用刀直接喺鑊入面切肉。你可能覺得一刀啫，但隻鑊會記住。第二個方法更加重要，唔好大火空燒。堅叔再講一次，易潔鑊最怕過熱，你唔需要每次煮料都開到最大火，尤其係煎蛋、煎魚、炒菜呢啲，一般中火已經夠。Tefal 亦建議非必要唔好用高溫煮食，因為高溫會增加塗層受損風險。仲有一個好常見嘅錯誤，鑊仲好熱，你即刻開水喉，冷水一沖落去，呢個叫做熱衝擊，突然由好熱變到好凍。
有機會令鑊身變形，所以食完所以唔使一沖，等佢凍一凍先洗。Tefal 官方亦建議熱鑊唔好直接接觸冷水，應該先放涼。第三個方法，唔好用鋼絲刷狂刷，呢個真係好多香港人嘅習慣，見到有少少擾，第一時間刷到成個鑊面都起毛。其實易潔鑊唔需要咁粗暴，如果有食物黐住，最簡單可以加暖水，加少少洗潔精，浸一陣，等啲污漬軟化，再用柔軟海綿清潔。Tefal 亦建議用非研磨性海綿同溫和清潔劑，避免粗糙白潔布或者磨砂式清潔，唔好同隻鑊搏命。咁最後一個大家最想知道嘅問題，如果指易潔鑊已經花晒，係咪一定致癌？又唔可以咁講。因為有刮痕本身唔等於會致癌。FDA 目前對合規不沾塗層嘅評估認為，正常使用下塗層向食物遷移嘅 PFAS 量非常低。但如果隻鑊已經塗層大面積剝落、嚴重刮花、變形，或者你已經見到個塗層明顯老化，咁堅叔會建議換。你問下自己，一隻鑊幾百蚊，我係咪真係要慳呢啲錢？尤其屋企有小朋友、長者，或者本身對食品安全特別關注，換一隻新鑊個心都舒服啲。而如果你真係唔想用 PTFE 不沾鑊，市面上亦有其他選擇，例如不鏽鋼、鑄鐵或者部分陶瓷塗層鍋具。記住，換另一種鑊唔代表變成零風險，任何煮食工具都有正確使用方法。所以今日堅叔幫大家總結，易潔鑊唔可以簡單講成會致癌。真正需要留意嘅係：第一，過熱，尤其唔好空鑊大火燒到冒煙；第二，刮花，唔好用刀、叉、尖銳金屬工具喺鑊入面狂刮；第三，暴力清潔，唔好用鋼絲刷、磨砂海綿搏命刷。如果已經嚴重剝落或者老化，就換。最重要係唔好因為網上見到一句易潔鑊致癌，就嚇到成屋鑊全部掉晒。亦唔好因為 FDA 話正常使用安全，就當自己可以猛火空燒。科學通常冇咁簡單，好多時唔係有毒或者冇毒兩個答案，而係咩物質、幾多劑量、點樣接觸、點樣使用。堅叔最後送你一句：一隻鑊唔會因為你用咗一次就變成毒物，但一隻鑊如果日日俾你猛火燒、鐵鏟刮、鋼絲刷，咁你就真係唔好怪佢提早退休。如果你屋企仲有一隻已經花到似香港地圖嘅易潔鑊，留言話堅叔知，想繼續聽多啲生活入面嘅癌症風險、飲食同健康迷思，記得訂閱癌友茶記。我係堅叔，下次見。